四种多样文化的上海，要显示出上海特别的人文气氛。第二，名人雅士对时尚的追求，没想到众多的艺术家、设计家来到上海。故说，我想要来遐发展呢，也想要来请人才的，听说唔会俾人失望。也摆就天天向前，可以向下体验一下上海变做的中国设计之都的魅力了。跟我一道走。有人讲，来上海了，要先了解一个背景和故事，认识一只城市清好的风俗，就会去体验白相的生活，去感受城市的身体。动态风的上海，总是分享大家来为其创造历史、留城市的经历同盘图。也摆来到上海，我去拜访范某的小姐，同期还有一个朋友对上海创业的故事，向下来感受一只城市的脉动。哎呀，来一个地方呢，很多青鸾拍庄。这个地方哦，同像是老上海人民居住的一个地方一样的。不过，这个建筑的风格全部就是老洋楼式的风格。今日来也请一只底下做这个花艺法艺工作室的范茉莉的乡亲，我来一起请你哦。你好，你好，请问这里是抽屉花艺吗？对，你好，你好，我是那个主持人阿雄哥。你好，你好，你就是茉莉吧？是。你好，我刚很安逸了，刚哈，你们这里有个小庭院，很棒哎。系啊。亚皮全部就很去噶，去装潢的。我先生帮我一手打造的，风格感觉很简洁，很明亮。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是以花为主，会有很多花的或是植物的装饰，所以我们让它就是大量的留白，然后就是简单的布置这样。跟你搞太简单，你插花搞几久哎？你在台湾就有搞嘿吗？没有，我先前是在台湾都在广告公司工作。哦，操作上海谈供以前。地台湾还做广告业。对，因为其实小时候对花艺就很有兴趣。那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玩花，然后就常常跑花店。然后15岁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让我学那个压花，但后来那时候拿到压花老师的执照。你15岁就可以当老师了？看一下。那时候不知道就是。在苗栗南庄出世嘅茉莉，天天老公爱派到上海，本地人将喺老插花专做嘅兴趣，冇想到佢嘅作品就受到众多朋友嘅婀娜，有朋友嘅鼓励，还有老公嘅支持，茉莉决定辞退一级当过嘅广告投入，专心来做花艺嘅创作和教学。插花每本茉莉底下交到众多嘅好朋友。也准备也做乜嘅喏？我下做的是我一只朋友开的餐堂，佢大家礼拜会喺我落去文化，做一些装饰一些植物啊、花啊什么的，所以我大家礼拜会过去一摆，佢系西班牙餐厅，西班牙餐厅，佢咪系这个拢爱差不多平台，还这个开餐堂。你啊看起来全部就白色的、橙色的，啊个，那个西班牙餐厅咩？啊，西班牙餐厅没热情如火一样诶。因为俺今日准备花比较清淡，摸大白，就是有时候要换一下口味嘛。换一下口味。对啊。每个礼拜不一样。对，每个礼拜不一样的感觉。俺摸一挺准备法，俺又还会准备植物，绿色的植物，其实就是让这个餐厅空间有生命力。对。呢只地方就很多青鸾拍种哈，跟可以是用为现多样的地方来开店咯。我觉得是缘分吧，但我们青皮凤青工作室都找那种工作室，就是老房子，因为我觉得老房子比较有味道，然后我又希望有个院子。跟现地亚比，你以前做亚工作室，家去做亚比吗？没有我先前做花都在自己家里当工作室。然后，如果教课的话，就是跟朋友有餐厅的借餐厅的一个地方上课。那因为真的就是学生约课太长了，所以我就想说需要有一个工作的地方，然后也可以教课。第一次看就很喜欢，然后就定下来了。亚比应该动到天师啊、天阳底下破坏嘛。听说是啊。
感觉这边很有味道。我有学生第一次来说，这里像罗马，古罗马。老外灘派頭嘅建築比起來，上海嘅人物看起來更加恬靜溫馨。喺1932年起嘅清源壁莊，就係天然設計嘅市建素材，咪係上海清代嘅城市理論嘅建築。雖然佢係喺上海嘅精華地段，不過行眼入去無差嘅吵鬧，點都有上海人生活嘅韻味。地勢微流嘅建築美感，咪變做係上海嘅城市印象。Hello， 翔哥，我來換花了。你好，你好。我帶一個朋友，從台灣來的朋友來這裡。翔哥你好。他也叫翔，陳翔。阿秀，歡迎你們。那我就去忙嘍。好。家用會不用嗎？應該不用到他們適合的地方。適合的地方。比如說桌上啊，因為主要這個空間是增加他們餐廳的一個生動。就按你看到的種按用的較細的盆栽哦，迄有你家就設計係嘛？就是令跟翔哥這邊會跟我溝通說他們的需求。那因為這個空間其實算大，但是因為已經擺滿了桌子，然後所以他們希望能夠有一些綠植裝點，但是呢又不能太大的植物，我會設計比較小的盆栽，讓他們比較有功能性，就是比如說間隔客人跟客人之間的一個位置。但是一開始是怎麼接觸到茉莉的？是怎麼認識他的？一開始呢，其實因為我們是很小成本的餐廳，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是自己弄一些盆栽，但是好像養2天就已經就那個不行了，對，就凋零了。可能你們太忙着在廚房。因為後來我們發現我們的店是沒有陽光的，而且我們只開晚上，所以就是鮮花啊什麼的都沒有辦法。然後茉莉好像是，是哥哥的朋友。對，一開始是朋友的朋友。對，然後所以我就開始問茉莉很多問題。那時候碰到茉莉也剛剛來到上海，打算在這邊經營她的事業。有一次我們有一個外匯吧，那我們需要你的幫忙的，而且我們很想要很大膽的嘗試一個，就是不是他幫我們做好花就好了，而是就包括用食材海鮮去做花藝，但沒有用花去做花藝的。所以那次的活動非常的成功，然後後來的話，他就決定來幫我們合作做我們這個店裡面的佈置，對。透過朋友嘅串聯，本兩三無數世嘅人就因為花藝而認識嘅。無論係花藝亦係料理，來到上海創業嘅兩三人，就希望自家嘅作品做得本人欣賞。做得有機會本人學習，大家互相聽書和鼓勵，每本地上海創業嘅人就會有撥出新嘅想法。Hello， 琛琛，是白白嗎？你好，歡迎。你們之前有來上過幾次？我上過他的課2次。上過他的課2次。那你們之前有看過茉莉老師的作品？有啊，然後才來的。他的花就做得蠻好看的，他配花配的顏色啊什麼都很好。這是今天的那個水蜜桃奶酪。謝謝。這個每次來都有甜點可以吃。對啊。怎麼這麼好？上一次和這次不一樣，上次的蛋糕也很好吃。每一次都不一樣。這也是吸引你們來的一個特點吧。就是應該是 nice to have。對啊，因為按後呢，你大巴來就有正批甜點不應該的，係嗎？因為我自己很愛吃啦。沒有，但我一個朋友，我有一群朋友都是很會做甜點的，所以上課我就會想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甜點。今天我教大家就是把這個蠟燭上去，然後不會晃動。它是固定的，所以這個花型是很適合放在餐桌上面。如果今天要宴客的話，其實是蠻適合的。然後再來就是我在配色上面，我就會，比如說桔梗，其實綠色配紫色是還蠻搶眼的。然後如果主色是紫色的話，我就會有一些顏色上面的搭配。老師跟你以前要廣告呀，那對花藝有沒有不一樣的體驗，或者是？我覺得再回來做花。
我觉得就是广告真的给我很多养分，包括在颜色的安排上面，还有你对花材，其实你会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见。像做广告就会有一个我要传达什么主题，我要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以前我被受到的训练。这个是算是我常规的作品，那我会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就是依到他们的需求，然后我自己发挥的作品也有。阿翔以前有插过发吗？摸呢？摸。你广告摸以前又长，那又很薄，用那个针插的那一种。哦，剑山，剑山那是日式的花。日式的欧式的花通常会用花泥，台湾叫海绵。好，大家都完成了，对不对？莫里讲创作就会透过作品来表达情感，反义的创作係本語言冇辦法表達嘅，就透過畫草來傳達。啲插畫嘅過程地度，要為本人嘅心靜下來，慢慢地去了解自家嘅身體和喜好。透過插畫，除咗訓練考試和美感，要會變到更加有耐心。大3年呢，個個性就冇強用，插出來花就冇強用。对，現在感覺好像有一點這種感覺了。对啊，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插出来的花也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大辣辣的，插出来的花真的就很狂野。狂野。然后我有学生就是比较按部就班的人，他插出来的花就非常的工整，但是也是好看。对，每个人插出来的花不一样。跟唔敢講哪個咧？你的個性很難判斷，現在還沒抄。現在還沒判斷。對，現在還沒有那個，只是雛形而已。對對。那想插花這件事情是，靜下來跟自己的對話。然後我是希望，因為花有能量，葉子、植物它們都有能量，是有一個能量正向的能量，對，傳遞給學生。然後是希望他們可以靜下心來，或是沉澱自己，或甚至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因為跟自己對話的時候，是真的會比較平靜。對。亞維亞為什麼叫做抽屜花藝啊？我先生幫我取的。因為我很小的時候10幾歲就常跑花店，所以常常就是會有，老闆娘那個花店老闆娘常常會叫我去幫忙，然後但還是會走正常升學的路啊，高中啊、大學啊，畢業之後就進廣告公司，所以就等於是斷掉了嘛。花藝這個路就沒有再繼續，一直到這一次我們自己開始做，然後因為就像我的故事這樣，我以前把它放在頭上地背，兩下就打開來，打開來咧，係記得講係抽屜花藝好了 ，Joy Flower。身體開朗嘅莫里講，其實到自家有發現嘅來聽書，故所真有機會驗準人嘅興趣，留自家對花藝嘅美好感受來分享俾朋友。一花藝嘗試係用嚟寬獎，嘗試係會變做傳情嘅禮物。佢千歡喜嘅時節，就係也細細嘅花做得帶本人黏黏嘅溫暖。接下來就係向下來拜訪莫里嘅朋友，看一群廣告人喺用嘅啲上海行出自家嘅路。我同意，女女是一張愛動力去大學通學。你係通學啊？係。小平。Hello， 你好，我是阿翔。你好，給你認識。你好。初次見面，凍酸。我剛一進來的時候就看到這個燈，戰燈是你自己做的嗎？因為其實這個鐵的東西，其實是我去一個材料的 market 看到，這個不是一個完成品，這只不過是一個半成品鐵框而已。那像這個椅子也是自己手做的嗎？對啊，全部都是手做的。哇，這每個椅子都有自己不同的樣式跟風格哦。對啊，這個都是那種 Art Deco 時代的老家具，然後像這種就是比較女孩子，然後這個我一定要講，這個還是個雙面人，它可以這樣子翻。這個是另外一個房間嗎？這個是我們私密的一個空間，小花園。對，它是一個廁所。是，這個也是茉莉的這個作品。這個空間太棒了，感覺在沐浴在森林裡面解放。是。這個還是個雙面人，它可以這樣子翻。
怎么那么厉害？这是以前的所谓的小姐椅这样，然后因为大家都不要了嘛，很多人就是都要那种宜家家具什么的，所以就是你丢我捡，他们就是抛弃它，然后我再去把它捡回来，然后把它修复，然后给他们面貌这样子。像这个烛台也都是捡回来的。对，这个是以前的油灯。当然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用。告诉我去哪里可以捡？秘密，告诉我去哪里可以捡？我手握得太紧，都没有机会告诉你。你怎么会想说要去捡这些老东西回来改造？因为我以前就很喜欢老东西，一样都是做广告的嘛，怎么会突然想？而且你们应该都做得很好。我觉得是我们来上海的那个年份，觉得上海好像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呢，我就觉得，与其不趁现在，不然更待何时？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那我离开广告公司以后再回去没关系。所以我就是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我就开始，当然有一段摸索的时期，然后最后我找到我要做的事情。对。跟人地台北就对啊，那古老的东西有兴趣，还是来到上海之后才激发？我以前在台湾就常常会去那个福和桥下面，福和桥有巡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来上海就觉得，怎么也不用去什么桥下，你这个邻居旁边就很多，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为什么我喜欢老东西？就是老东西都有个灵魂在里面，对不对？就是好像有个鬼在里面。那我觉得这些老东西啊，我看到它的个性跟它的灵魂、它的模样，所以我就透过这些也是一样的老古董布料，去把我看到的它的表情做出来。它的价值不是说现在坏掉了它就死掉，而是你可以再让它拥有新生命这样。我跟你讲，搞不好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也很开心，终于有人帮我捡回去了。他们在这样对我招手，给我新的生命。好手工创作的Nicole，并摕着广告业务总监的身份，变做係上海的艺术家。伊讲，英國係設家喺錯嘅時機來到上海，城市嘅改變就為佢提供充足嘅靈感和材料嘅來源。喺收集材料嘅過程地度，佢走過一遍去認識一個城市，了解佢嘅歷史。面對上海嘅轉變，Nicole現在用創意來把老嘅東西有新嘅用嘅。利用手工來創作出無人有嘅作品，本人很較底後真相。我好像老爺哦，躺在這裡。你怎麼還沒睡着？沒有那麼快睡着，感覺很舒服這個地方。那你像撿這些東西回來，雖然說好像有很多東西可以撿，可是那就是代表說這個城市它一直被拆遷，一直在改變，那你會覺得很可惜嗎？其實可惜之心當然是有的啦，就是你看到好像很多的東西大家不要了，然後或者是不知道珍惜那些寶貝，然後再被另外的古董商就給它撿回來，然後賣很高價，然後其實像這種時候你會覺得很諷刺。可是其實在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啊，我很多東西其實是學自於當地的人。因為我花很多時間在這種老巷弄散步，然後你會看到啊，當地的居民他如何在那種很狹小的空間、很局限的資源裡面去創造他舒適的生活。那我覺得那個本身是一種創造力。為什麼我做這些事情？其實是因為我看到他們生活每天都在發生這樣的事情。所以只是說他們的創造力可能跟我所使用的東西不同，但是我覺得他們的一個心還是有的。其實我覺得從之前上海有歷經那個世博，然後世博的前面有那個北京的奧運，那你就覺得在這兩件大事情來的時候，這整個城市就是翻天覆地的翻修，然後每一棟老屋子都曾經被這樣包起來，好像都拉皮過，對不對？對，你形容得很好，就是煥然一新這樣。那個時候你就發現很多的東西就被拋出來，然後人們的生活就在往上進了一步。那我覺得在那個時間點啊，其實提供了很多創作人很多可用的靈感，不論是從那個物資材料，或者是從社會現象，都會給你很多的靈感，去進行很多的創作。那像就是你很堅持手作這個事情，那手作其實對你的意義來說，我覺得手做的東西呢，它的價值感來自於它是一個有溫度的，而且因為是手做，所以你可以為客人
去呈现一个你想要为它制作的东西。甚至我们很多时候会去结合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然后多用一点传统的或者是回收的材料，这样就不会给地球造成负担。可是像你这样经营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忙，你可能要管店的经营啊，这个事情啊，很多细节要做。那你要如何去兼顾你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力？好，问得很好。所以其实我后来背后多长了2只手，我多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来帮助我照顾我的品牌，让我可以非常 focus 在创作上面。我就把它分成2条线。那这边呢就继续把高度努力的做高，让人家知道我可以做这个。那另外的这些东西就让人家觉得很亲切，很轻易就可以拥有。文创变作一种产业，兴趣变作绿色的来源。你可讲经营品牌，除了创业，还要有坚强的信念，和管理的方法怎做得。佢老妈你就讲，无论係創作也係創業，上司就會遇到唔點樣樣嘅決定嘅問題。不過新創業嘅就會堅持自己一開始嘅想法。也權對上海嘅藝術家就希望透過創作，讓藝術得以生發，傳遞手工創作嘅體魄和溫暖。阿姨你好，你好。跟上海人講吼，上海輕神奇的地方都在巷弄裡面，根本就行到一巷弄底度。我來拜訪茉莉的朋友，很多朵拉，我送你看一下。Hello， 你好，你好，請問你就是朵拉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阿翔。阿翔，你就是阿翔。是。歡迎。那今天要來拜訪你哦。我還要再準備一些東西，我請我的 partner 三鵬，阿翔來了，趕快來。三鵬哥你好，你好，歡迎我是阿歡迎翔，你好，辛苦啦，不會不會，不辛苦不辛苦，來玩來玩，來進來，歡迎。你們好，不好意思，這是都是我們台灣的那個朋友，可以參觀一下嗎？當然，歡迎。哇，好大的桌子。對呀，大長桌是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這個是另外一個房間嗎？這個是我們私密的一個空間，小花園。對，它是一個廁所。是，這個也是茉莉的這個作品。這裡就等於是讓茉莉去規劃、去佈置。對，這個空間太棒了，感覺在沐浴在森林裡面解放。是，可以真正的自然解放。對，在自然裡面，外面又聽得到慘叫聲。對。那店裡面大部分都是提供朵拉做手工做的甜點，對，還是一個餐廳？其實我們主要是一個私房甜點的空間，就是說朵拉在跟我討論的時候，我覺得，從一個朋友分享的概念，因為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嘛，我們有很多藝術的朋友，甚至也有很多廣告人轉行做藝術家的啊，像妮可也是其中的一位代表。那他們其實現在都有很多的作品，那他們很多工作上、專業上，或是人生的這個經歷上面的這些的經驗，我覺得都很值得拿出來分享。不過很好奇啊，像你以前都在廣告業，那為什麼會就是突然就是像這樣子毅然決然的來做、來實踐這件事情？其實應該說這一輩子想做的事情很多。那其實做廣告的時候很忙，然後忙得也很充實。可是，在這麼多的可能裡面，我覺得也想試試看別的。那我現在就是跟朵拉一起，那我們專心想在這個抓住青春的尾巴來做這個。你太客氣了啦，青春的尾巴，你現在看起來都很青春啊。謝謝。產品哥講，總人追夢千困難的地方就是落成做夢的代價比後生時嘅創業更加複雜。不過佢老朵拉就相信，年輕創業嘅就會生發喺當下。故所，佢一條就決定，我為朋友來創作出一隻私密又開放嘅空間，做得伴大家向下來分享生命嘅美好。今天要特別幫你準備一個裸蛋糕，然後就是用現在上海當季的那個水果。新鮮的水果。對。那你本來就對這個已經很有興趣，還是你醞釀了多久才開始來做這個手工甜品？就是喜歡弄點吃的，然後我家裡小時候是開小吃店，我住基隆，我後來到北京工作，然後有一個空檔，然後想要休息。後來我就去了東京的藍帶去上課，就是去玩、去休息這樣子。可是沒想到就上課覺得很有興趣，然後後來就想要算改行吧，就是決定要
以这个做后半生的职业吧。其实食物都有很多很好玩的搭配。那我觉得做甜点很像科学实验，就是有些东西如果你把它加这个，对，它可能会变不一样的。可是也有可能你加这个加那个就坏掉了。哎，那你觉得你之前在广告行业啊，现在转到这个地方，你觉得帮助最大的是什么？当然，我觉得朋友就是我，因为在广告公司工作，那我觉得广告公司就是一个人，就是很多人的地方，然后交了很多很好的知心的朋友，所以我们后来会开这个店，也是因为是希望以后朋友跟朋友之间有一个聚会的一个场合，然后大家朋友带朋友，然后旧的朋友带新的朋友，那我们就会认识更多的朋友。感觉起来啦，台湾人头发也都双会挑哈，感觉好像那个凝聚力是好像比台湾的更强一点，好像大家朋友之间互相帮忙。我觉得这就是出外靠朋友，我们真的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这样。上次爱想，用清好的投资就会起价，轻重要的资产就会有相互珍惜的朋友，兴趣做得本人生有其他的可能。朋友打开生命的眼界，做得去分享生活的欢喜。对美食和对话地度，也全热情的台湾广告人，俾本外感受到人人的发力，还有各种的可能。听讲嘢就会听到目的告诉嘅老公，去转上海嘅文创之旅哦。今天也都也来也地方啊，很多1933老厂房哦，也变做一张上海一张艺文的中心。这边以前感觉好像是一个古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哦，这个以前其实是一个屠宰场啊，就是1933年成立的一个屠宰场啊。然后像这种屠宰场啊，全世界啊，应该只剩3座了。那目前保留最完美的、最好的，还是上海这一间。对，上海很多这种啊，就是把这种老厂房变成博物馆也好，或者是艺术的聚集地。其实跟我们的松烟有一点点像。它这个走道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用的？有些是给人走的，有些是给牛走的。然后他送去屠宰的时候啊，然后他那有些分道是有宽有细，其实是蛮酷的一个建筑。OK， 一条街係用嘅同嘅綠毛莕用石頭來做嘅喏。這一道在上海話怎麼說？洗車生絲搓肉絲。再講一次，我要學起來。洗車生絲搓肉絲。我講的對嗎？標準嗎？可以，第一次講應該是可以的啦。來試試。放心，看我吹一下哦，很燙的。OK， 一條街係用嘅同嘅綠毛莕用石頭來做嘅喏。因为它这边设计啊，其實是給牛走的。因为它这个石头路就是怕牛会跌倒，所以後來牛下坡的時候可能會推擠在一起，对，止滑嘛，对，跟扭腳就比較好抓力，对，它就不会跌倒，其實是為了牛的安全，其實他們還設想蠻周到的，很貼心哦。對對對。你給它底度，這個底部就會飼牛的地方哦。對，這邊其實就是他們宰牛的地方，然後會做一些分流，人畜分流，然後有大小的區隔。他們這個建築這樣錯綜複雜線條，還有個採光，很一流。對，就是那個雖然看起來很複雜，但我覺得那個邏輯思考就很好。那剛剛行一樓我已經激發我那個導演的思維，我已經有畫面了，我已經想象演員要怎麼走 ，model 從哪裡出，做什麼事情，哪個場域可以發生什麼，燈光再打下去一定超漂亮的。那下次來就來看你的秀。好，我來規劃一個。頭擺嘅出名歷史，本上海留下來眾多時風嘅建築，一則頭擺認同天氣大體嘅疑點，行開當時建築藝術勞工業結合嘅蛻變，細細嘅通道係用來搬出牛嘅胎色，一孔一孔嘅窗嘅門係用來通風排出粗香味。為咗保存肉片，規棟嘅建築重現就會保持大盤。一下安陽嘅氣氛，沙變做係表演場嘅焦點。哪一個人阿慶欣賞當窗，唔係做欣賞嘅，就像我們啊，你啊上海咩研究嘅吼，喺上海規個語文嘅環境也係講
告诉大家整个上海的创意啊，或是他们人的思维很用版的一种情况呢？其实上海感觉它其实对我来讲啊，我觉得它其实像纽约一样，就是它是一个中西文化冲击的地方。其实先前我在广告公司上班嘛，那其实里面就像个联合国，所以它来自各个地方的看法，还有创意，还有想法，所以这边的是多元性，是比较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好手。他们在创意上的是比较快速，还是说是比较广泛，还是比较全面？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这边是的确比台湾快速，应该是说全世界数位这个 digital 的最快的2个地方，应该就是中国和印度了。然后他们当然在人也是用跳跃性的，比如说我们是 ABCD， 他们就 A 到 D， 所以他们在接受度的东西的时候都很新很快，跟我们的过程不太一样。他们少了一个中间的发展的过程。对，他们比如说我们以前有经过一个 LD 的时代，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片，但他们没有，他们就直接一跳就跳到了现在数位的东西，所以他们接受度很快，不像我们担心很多，所以他们在思考的部分也是很不一样。更知道亚片就会一张作品做出来以后，就是可能是一个广告作品，也有可能是一个艺术的作品。那你觉得这边人的口味，他们比较喜欢或是什么样的？这边做广告比较做创意稍微难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然后他们有分1、2、3线城市嘛，那你的广告呢又不能只让1线城市看得懂，你要让2线城市、3线城市看得懂。那你让3线城市看懂的时候呢，1线城市会不会喜欢？这就是最难的地方。然后常常在这个部分呢，就会跟很多客户啊，还有一些 team 里面的人聊了很久，到底怎么样才是说大家都可以接受？应该是在1、2、3线城市都可以接收到的一个概念。国际化嘅上海係中國接受我來自信清潔嘅城市，同時咩傳遞新觀念嘅體會站。開放嘅城市企圖，除咗向到世界精英來到也相互交流，也當然要動動啲嘅改變，一場本人認為缺少軟實力嘅中國。來到中國搞創業，對以前啲台灣係自身公務員嘅阿慶哥來講，一塊樣嘅心情咧。來上海係天一拜來啊，天一拜來家喺啲廣告公司咩？天一拜來就來教書誒。對。給你做廣告公司老教書，其實都冇共用的工作，因為香港他們找你來教課的時候，你就答應了這樣子，然後就想說我來這邊做教職。因為我做廣告做10幾年了嘛，那怎麼會有這種工作找我呢？那我覺得我當初想了很久，我覺得我不來一定會後悔。我如果真的不喜歡，我可以再回來嘛。但我去了，搞不好是我人生中一個插曲。那時候我跟了一個人聊天，那個人告訴我說，一個人啊，假如是沒有了title，你沒有了創意總監這個，對，那你是什麼？對，那你是什麼？那你真的很在乎這個東西嗎？其實你說不在乎是假的，因為我覺得人是虛榮的，而且是需要光環的。那他說，那你拿到光環去試試看呢？好，我去看看，所以我就來了。我們感覺上啦，好像說以前是一個在廣告公司有一定位置的創意人，要他變都一搞熟，好像不太能像以前這麼的發揮，或者什麼會有需要調試嗎？會啊會啊，其實很掙扎啊，所以我說，教育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你沒有，其實你沒有舞台，我覺得很難是難在我從來沒有教書過，所以我一開始把他們當作是我 team member， 就是我們是一個直接當成是一個 team， 對，我是一個 team leader， 我就是一個 leader。那在過程中呢，我自己一直慢慢的在調整，我覺得主要還是人，就是要改變他的質。然後怎麼改變他呢？那才是最難。就是你怎麼樣這個人變成這個另外一個人，他可以從開始不會想到會想，然後事情不是看表面，開始會看後面。其實技術或者是知識對他來講就更容易了。我覺得他不用教，他可能自己會去，他會來跟我要。但我覺得這是最難。創業係對生活嘅觀察來嘅。有同理心，漳州的啲人多有複雜嘅中國，請到公民。
阿庆哥讲，因为教师佢即间的幅度众多，佢希望学生诶伫发想创业过程之中，要把即家变做係一个行较好嘅人。接下来就去拜访其他第位宋慧妈妈了。叔叔阿姨打招呼。哇，叫什么名字？我叫浩浩。我会回话。你几岁2岁还不到。2岁还不到，会这么会讲话。妈妈已经在里面。对，已经在煮了。哇，我今天超期待，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人的家里。啊，真的吗？对啊，我可以进去厨房看一看。当然。金妈妈，我可以进来看看吗？好，欢迎。哇，今天准备道地的上海家常菜。对，上海家常菜。这个是鸡汤里头放的那个笋跟蘑菇。我接下来我就做一个荠菜笋片炒肉片。哦，这个叫荠菜，这个我倒是真的没有见过。这一道菜上海话怎么说？洗菜生丝炒肉丝。再讲一次，我要学起来。洗菜生丝炒肉丝。我讲的对吗？标准吗？可以。第一次讲应该是可以的啦。上海人是男孩子比较会做菜，还是女孩子比较会做菜？现在的孩子都不会做菜。现在都不会做菜了，大家都妈妈会做菜。对，妈妈会做菜。上海的爸爸应该也挺会做菜的吧？对。但也有不会的，基本上会的比较多。那金妈妈，你觉得上海菜的口味啊，是比较偏向哪一种风格或风味？在我们这边应该算是比较清淡的那种。清淡一点。北方人就是比较那个。北方比较重吗？对，口味比较起来比较重。试试看啊。好，我来试试。烫心烫哦，吹一下哦，很烫的，真的很烫的，烫到就不好了啦。是不是有点烫？还好。疫情清澈嘅金妈妈，係阿慶哥頭擺同學嘅聰明愛，因為兩三年喺度當權，金媽媽就接一期兩公婆來屋企食飯，大家都像一家嘅生人一樣嘅。對金媽媽嘅好事兒，擘你行卡見我喏，等下就來設計做嘅剔透嘅上海菜了。金媽媽其實也是經常會來這邊做客，對吧？我們微信有，常微信有互動，会微信互动，然后也其实蛮常到他们家。我们还没结婚，跟他们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常常吃金妈妈的菜。对，微谷就会带个什么来给我们吃啊，对啊，炒年糕啊什么的，我印象好深刻。今天做这一桌菜，满满的爱。真的，我超感动。妈妈，你去过台湾，有吃哪些菜？你觉得怎么样？永和豆浆。永和豆浆，为什么？因为有我小时候吃过的那个味道。在台北找到了小时候上海的味道。因为这边好像这方面传承不太好，因为现在都是外地的人来做。真的，我超感动。没有。早上6点半就去菜市场准备了。谢谢金妈妈。比较有特点的就是烤麸。烤麸是什么啊？豆类制品，然后就放上香菇啊、木耳这些，这个就有寓意的。烤麸就是以前不是女生不工作的嘛，就是烤麸就是烤老公。靠老公的意思，知道吧？依靠。靠夫的意思。哎，依靠。对。还有这个就是红烧肉，烧鹌鹑蛋。上海。这个是蛋啊，我刚以为是那个菇呢，某一种菇。真正的上海话讲法怎么讲这些菜？红烧牛。红烧牛是肉。对。跟客家话很像。对啊，孔汉法牛。所以现在一般在上海的话讲上海话普遍嘛。普遍啊，还算普遍的，所以像一般的年轻人也都会说。对啊，像他们都会说。如果你遇到上海人，就会讲法。好像这个语言的流失，好像每个语言好像都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在我们那边，像我们家是客家人，可是像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客家，可是他却讲了，对他的孙子却也都已
已经讲普通话、讲国语。哦，你们都会讲？我小时候都很会讲，现在真的都很不会讲。哦，小平不是会吗？我会讲也是因为奶奶太大了。所以金妈妈，你一定要多多跟他说上海。好，好，让他习惯，以后都说讲上海话，我这样讲正确吗？啊，怎么说？当当然讲上海闹爱人，始终乡下总爱讲上海话。不过伫遐方言消失当家嘅时代地度，因为上海人嘅文化优越感，要为上海保存嘅自家嘅文化。基本嘢，我打崩一只机会，我来问一下其他嘅上海刻板印象。小造型。对对对。像金妈妈，我有听人家说啊，就是好像上海的女孩子会稍微主导权强一点，好像这方面好像比较厉害一点，会这样子吗？应该差不多吧，现在现在应该都差不多的。我觉得全世界的女性都稍微比较有强势，女权比较有时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了。我觉得上海女生好像真的是比较能站得出去。什么意思？什么叫站？比较体面嘛？就是比较也是，马上就比较体面，比较厉害一点，比较气势比较强一点，气场强一点。就是你真的站得出去，是能够处理事情。那我觉得站出去是能把事情处理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跟台湾女生跟男生的这种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通常有事情是男生会出去，男生应该站出去解决。但是这边好像是女生会比较出去。而且你上次也说，好像是上海开车的女孩子比较多。对，坐出租车嘛，或者是在路上都会看到女生其实开车很多。至少在台北的话，是男生开车比较多。对，这一点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独生女，她没有哥哥弟弟。比方说爸妈已经年纪大了，那你说怎么办？就是我觉得没有把女生当女生去看待，好像都一样。反而是男生可能比较宠一点。家里头可能会宠一点，就是你年纪长大以后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强，因为可能之前都爸爸妈妈会替他解决，女孩子30几岁的男生还是爸爸妈妈就这个样子，上海女孩比较独立。当当然讲少讲，上海无需要五星主义。一台花虽然造成西兰人比西方人多动多，不过沙因为安样哦。就为西方人带来吃醋嘅成長環境。在實體嘅脈通下，上海西方人獨立有自家嘅身體，被變做係上海嘅特點哦。媽媽，你去過台灣有吃哪些菜？你覺得怎麼樣？永和豆漿。永和豆漿，為什麼？因為有我小時候吃過的那個味道。在台北找到了。小时候上海的味道，就是那个咸豆花、咸豆浆，不叫咸豆花。对，上海也叫咸豆浆。那现在那个他们的味道跟你以前小时候吃的是不是不太一样？不一样，因为原来都是上海人做的嘛，因为这边好像这方面传承不太好，因为现在都是外地的人来做，就是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但是他们年轻人。因为我们那个味道他们没吃过，不知道，所以就觉得是那样子了。但是东西上海其实小吃还是蛮多的。现在是不是有很多都已经消失了，比较没有在卖了，还是怎么样？没有人会做了，就是外地人在做，就是比较不是原来的口味了。一群又一群多來嘅外來人客，越來越貴嘅天價，改變動態嘅城市風景，伴當到上海人分享嘅美食早就冇嚟。上海文化應用嘅保存，被變做係當到上海人嘅勝利。而感謝金媽媽一家人熱情嘅整體，每人啲外鄉感受到人民嘅溫暖。接下來，莫力量廣播就要帶人一道去上海附近嘅雕塑公園來去行行了。像我們一度講，也係用天拜來也咩嗬？跟來上海啊，平常時不用了解，就去奈了喏。不用了。係啊。不用了，我會去做瑜伽。做瑜伽，然後會吃東西。
朋友的店走一走吧，啊，逛一逛，逛一逛，去朋友家坐一坐，散步啦，但是很少真的来到郊外区，对，太少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上海本身他们离山和海是比较远的，很远，对，所以在城市里面就是看展览啊，吃东西啊，城市生活多一点点。可以从亚的有想过，就是说你们可能未来的计划有可能在台湾这片有请，也还亚片那广告公司有请，你们还会再回去广告公司吗？有可能啊，也是有可能，对，因为对广告还是很喜欢。茉莉呢？你有可能吗？还有你请你转移？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对啊，我觉得我现在做花做的蛮开心的，因为广告公司是 team work 嘛，但是自己做花就会有比较有自我追寻，比较 focus 在自己的，会有自我追寻、自我价值的追寻，就是好像找到了这种感觉。所以，不过也很难说，也很难说。赶快补一句，先不要把话讲死。对。你刚刚更多的自我的价值，这个是让你持续做这个花艺工作室的一个动力吗？还是有其他的力量 push 着你要持续的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觉得做花这件事情，是自己就是怎么讲，很有兴趣，然后会觉得说，在跟花草一起会很开心，所以再辛苦应该也不会，应该很快就会克服了吧。就算遇到什么困难，可是你只要想到，就是其实是我自己选择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工作。也应该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初衷，嘿嘛，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很快乐，很 focus。对，然后喜欢就是创作，喜欢用花来创作，因为用花跟植物当做一个像颜料或是素材做一个作品，然后做完之后，虽然说它们有保存期限，因为花有生命的嘛，但是就是把它保留那一刻刹那间的，对，然后我自己也会很开心的。不过好在你有把它抽屉打开，对不对？对，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对，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世界，对，有找到另外一个不同生活的模式。我觉得就是蛮巧的啦，就是这一次就是两个人都是换了一种生活模式。对，这是比较算是运气，还是算是一种机缘吧。未来会不会再回到原来的路上，其实不一定。但是这一段是很好，是很美好的。假设讲台湾有好高的请专去搞，你会专去吗？其实现阶段啊，其实他做花啊，其实那个抽屉才刚打开啊。那我觉得我是一定要支持的，而且他找到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步调啊，就是重新的步调，然后做得很开心。那我也不能说，因为现在若是有更好的机会，或台湾有机会，或者是别的地方有机会找我去啊，我又再把它带走，再把它抽屉关上，这样就不太好。所以我觉得目前我应该是会很支持做这件事，而且我觉得应该是会蛮开心的，会做得蛮开心。你要讲嘛，刚刚可能刚有发兄来讲，你们要放闪了吗？我要瞎了，快点对他示爱。你要跟他说什么？你要老几讲吗？懂的。感谢这样嘛，感谢。当初为了支持阿庆哥嘅决定，茉莉就有梦想嘅2、3年来分开。故所佢就不用睇嚟台北嘅生活留頭路，向下就來到上海重新開始。體貼好分享嘅身體，本茉莉做得做朋友嘅伯樂，未做得做千里馬來發揮才情。無需要語言嘅表達，本兩公婆相互支持，強行來打拼。入結束以後，茉莉對人一度講，佢當相愛土其他嘅阿婆。做得有機會看電視就看到其他到啲生活嘅生活。我想我對茉莉嘅阿婆講，茉莉當大方當體貼，也會伴家嘅生命有當多嘅貴人，請一定會放心啦。